输出源是一台电脑，显卡是英伟达 Pro 2000专业显卡。显卡有4个迷你 DP 输出接口，我们是用迷你 DP 转大 DP 接到我们的 8K60D 多屏保上。我们的显卡输出的总分辨率是 16K， 每一台 8K60D 输入分辨率是 8K， 8K60D 多屏保输出分辨率是 4K， 那么就意味着4个多屏保可以点亮总计16个 4K 屏幕。可以看到我们的 8K60D 第一个输出接口接到我们的这个屏幕，显卡的总分辨率为15360×8640。我们这里的这台 8K60D 多屏保输出接的是这个小屏幕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屏幕 OSD 显示分辨率为3840×2160 60帧。